喺首爾第3號出口落車，之後再搭513巴士。喺研究所落車就會見到個牌，就可以開始行山啦。呢座山行得快嘅話，1個鐘就可以去到山頂。經過見到呢啲流水真係超涼啊！呢座山大部分都係石頭路，所以有啲難行。行到呢度隔離有啲燈籠，同埋又唔係好曬，所以都幾舒服。終於行到去山頂啦！行落山不停都會聽到呢啲念經聲同木魚聲。嚟到呢個寺廟都幾舒服，環境仲有拉麵食，拉麵就3000圜，雪條2000圜。終於俾我揾到貓貓啦！呢度除咗山同廟之外，仲有好多貓住喺呢座山上面，所以都幾推薦大家嚟。